Hello， 大家好，我是郭本，又到福起來的時間咯。大家提講台灣的水果世界當有名，從哪怕咧、黃梨、勝果，甚至於講香蕉，世界當好是當有名的水果。不過一條水果其實算好來，還係算外來種的喲。用辦講咧，因為一條水果啊，台灣冇係對國外引進到台灣來改良來種的。安尼大家會想講，台灣到底有原生種的水果冇？其實有哦。台灣有一種原生的水果，就係樹紅拿一粒，佢啊營養價值高高，甚至於講日本人係懂味道一個水果，對日本走到台灣來尋摸，到底一個係乜嘅水果很厲害呢？今家啊，大家睇一下，我哋等一下再來同大家講哦。馬上都嚟有請我哋財鐵嘅好朋友用心合作社永豐哥同大家來公布一個答案吧。永豐哥，歡迎。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邱永豐，來到用心合作社，同佢我喺呢個屏東聯絡嘅地方，從事於農業嘅工作，多謝大家。還有永豐哥嘅謝阿妹嘅這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邱慈偉，那我現在也是在合作社裡面跟着爸爸一起推廣台灣香盟的行銷跟企劃。那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跟大家介紹台灣香盟的故事。歡迎兩位來到現場哦！觀眾朋友有聽到冇？頭到我哋呢一種水果嘅答案，此位頭到冇注意都同我哋公布答案嘅喲。其實一個水果就係台灣香盟。台灣香盟到底係哪種水果呢？永豐哥可以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嗎？台灣香盟係一種柑橘類嘅一種啦。因為柑橘類分數分幾多品系啊？台灣香盟就伊個品系都我們叫做柑橘屬啦。有個像檸檬，有個像橘的，但是又沒檸檬又沒橘的，它就定名偏系檸檬啊。哇！真是冇介紹真唔啲啊講，其實哪行來講其像大粒嘅橘呢？難怪有三橘嘅一個名嘅。你永豐哥，你喺請教一下題，正式介紹一個台灣香盟之前啊，我請教永豐哥，你本身都開喺題做乜嘅呀？我哋灣西後都有耕田，有種檸檬，有種茶包。主要工作係咧係畜煮嘅啦。畜煮嘅。我哋本行係畜煮嘅。你畜煮嘅畜得好，兩辦會想講，來成立一個合作社呢？因為有一年咧，台灣發生柯地疫啊。柯地疫過後，都因為畜煮嘅部分，我哋都考慮講，我哋要轉行，轉咧農業嘅部分啊。嗰個名啊，我哋都成立合作社。我還記得柯地疫嘅時間係蠻細啊，嗰時間我哋青島嘅農民朋友畜煮嘅，都青生活都變化青態呢吼。以前畜煮嘅規模有一台啊，有一多隻。我哋陸卡他們都8000多1萬隻啦，算大規模嘅畜煮嘅啦。哇！你永豐哥，你陸卡嘅算農場嘛畜煮嘅青態呢？你所轉行都算。馬上都轉行哦！因為我哋有3個兄弟共畜煮嘅啦。我都推出畜煮嘅部分，我都從事於農業成立合作社。農業嘅部分，按年另外兩個阿哥，我哋繼續畜煮嘅，我都推出來，從事於農業嘅工作。你講畜煮嘅個時代係對爸爸，也係對阿公，係對你哋自家兄弟開始嘅呀？啲係爸爸嘅台開始。我哋都畜煮嘅，佢規模過細，差唔多都8個人畜到名都變成個大規模嘅經營人嚟做養豬事業吧。這個讀書出嚟咧，都直接過來接觸陸卡嘅工作，冇去其他地方工作嘛？冇，我喺世界出來過後，作品過來出嚟都喺陸卡聽書。從兄弟啦、阿伯咧，聽書畜煮嘅啦、耕田啊都。不過。永豐哥頭都有講到，以前大學啊係讀嘅機械嘛，對不對？機械系。我記得永豐哥有個年紀嘅時間讀有個機械部分，出來應該係到工廠啊，佢發展應該會過好，因為你自家會想到回到陸卡去接觸陸卡嘅做嘅生意，因為又唔係搶唔自家一個人，其他係兄弟可以去接啊。你一推個像你一企嘅企神哦，大部分都從啲工廠上班啦。因為佢喺工業哦。台灣當地進步啊，實體建設做過後，嗰度需要工廠需要安尼
其他世界的人啦。但是因为我都开始从事于农业吧，所以我推广过后我都我哋工作嘅上班，实际都都甲天数学做嘅工田咧。哦，其实双方来用木讲，卢卡也因为讲有一定的规模嘛，学做按到卢卡的兄弟虽然讲有兄弟在天数，不过唔会想到卢卡其实还需要很多的人数来天数，嗰种将马上都过去接触一个农业嘛，吼。系啊，都过来接触农业啊，学做啊，家也要家家咪买饲料啊，对啦。哦，做一些生意啊，主编那个商品，哦，算晒按嚟做一个小生意啊，也几好呢。有冇过按你话，几时只学做学到按太规模啊？地步有影响讲万世体学做有发生过冇乜嘅本影响过什么事情冇？一般来讲吼，你学做都讲伊价钱的起伏过大啦。下摆有几好价，下摆有唔好价，啊唔好价时只。当然，当然心情就冇几好啊。按你个拄到啊，当然心情几好啊。有冇个？按你能万世卢卡学做学按到，能有比赛嘅学做嘅啦，也系乜嘅其他嘅得奖冇？安尼是冇去参加安尼学做嘅比赛啦。卢卡学个玉竹啊，学个太早嘅书我之中去买下呢。但是呢，因为政府有推广安尼世界飞行，我都参加，派到去韩国咯，并且日本考察安尼用竹嘅事业，佢阿人有得到诺贝尔指示，过都个天数安尼。哦，政府还有派人出去国外去学习无？嘿。哦，尼人系唔系用木讲，T 摆出国都会用一个啊？所以我T摆出国都用做，政府派人所以做世界飞行嘅啦，去参加因啲农业啦，包括用竹啊，伊啲名就讲草根大使啦。哦，一个草根大使，顺好嘞，系伊个亲戚派的经验呢，都像一摆嘛。冇，都爱参加2遍啦，2摆。哇，你还参加2遍哦，真的有能力呢。安尼参加迄个，有种因哋叫用过来草根大使啊，安尼有没有接待因哋啊？安尼伊叫用路因哋家庭接待安尼，伊过来人哋一边安尼没有接待因哋，所以叫安尼交流啦。哦，睇几时节算民国一多年的时间啦？88年嘅哈。哦，88年嘅时间，其实嘅时间安尼做一个草根大使，其实对你们卢卡也对你自家来讲，一个亲戚辈的经验吼，本人有一个无共样的国际化的事业，全部都在韩国吗？有去其他地方吗？韩国同日本啊。韩国、日本，我哋东亚一片的。东亚一片，喺美人嘅样啊，像韩国啦，当然你冇台湾安进不上，台湾不上上下，日本都比较先进啦。你用fun过转来，因为头有讲到嘛，因为课题嘅部分，卢卡学做嘅速度一个影响，将来想讲转行来做一个合作社，合作社到底系乜嘅一个形式嘅组织呢？合作社係安尼志同道合嘅农民啊，也有企业當然所成立嘅一種嘅團體啦，也算人民團體嘅一種啦。哦，也睇下伊呢所生產嘅東西啊，是種嘅合作社共同去運售。是農民哦，冇安尼，時間參加農民啊，冇安尼困難啊，都伊同路啊路過順暢啦。哦，安尼，不過盧卡以前學做嘅受到影響，應該大部分人可能會想講我做批的生意啦，吼也算像頭都講嘅賣嘅飼料嗰種，青少年又想講轉行直接轉到人哋所講嘅合作社，用冇講呢？幾時就會想講來成立一個合作社呢？因為人哋都講經營咧係農漁牧綜合經營啦，所以講吼，就主要係冇講農業啊，反正有基礎啦。我說有機啊，你志同道合農民啊，比較好簡單啊。我說人哋要成立咧合作社，安尼落去啦。哦，原來係安尼，成立合作社會唔會真困難啊？一般唔會啦，縣政府先提出申請吼，伊個過程大部分的2年到3年，佢就會核准下來。哦，幾時隻人志同道合農民朋友簽好嘅，人合作社幾時隻規劃有推廣嘛嘅嘛？以前成立合作社時節，大部分都講安尼共同運售部分都內網啦、強州啦、吉咧安尼，有3項主要嘅項目啦。其他還唔啲有台灣項目也部分，所以都經營這3項項目嚟做安尼。哦，幾時隻轉行都輕順利，轉行嘅都順利嚟推廣一條水果。哦，安尼合作社成立
照永丰讲的讲法系quite顺利嘛。安尼，侬当时会想到要来推广一个台湾向梦呢？哦，也如果讲到个有一年的日本的上山哦，因为日本已经过市场安尼东西，直接因为唔拉百货，来台湾请啦。请安尼讲，因为讲诶四姑瓦萨啦，安尼讲台湾向梦啦。因为安尼在台北咧安尼经验，我都讲安尼运输去台北咧礼梦来寄咧啦。因为地方安尼有安尼基本的条件咯，来屏东请来啦。冇係講有看過安尼東西冇，講係出世當然嘛唔是看過安尼東西。嗰時候見人當時來台灣冇簽到，見人都貴嘅。係，見人都貴嘅，也冇簽到啊。因為貴嘅過後安尼，咱去上網去簽安尼資料，咱慢慢去了解講，馬上到台灣相夢安尼啦。原來係因為有日本人來簽訂，咁本人明到講，其實台灣除了禮夢之外，可能還有一種嘅水果。咱了解講也按人生中嘅台灣嘅禮夢啊。以前唔按名嘅時候按土禮夢啦。土禮夢。按講土禮夢安尼來啦。冇按佢講三吉嘅。冇嘅啊，冇按以前日本有交流過，咱哋講，日本人都講三吉嘅。安尼同人講三吉啦，安尼咱哋講吼，日本人講法咩安尼啊？安尼是咪？对爸爸成立嘅合作社的時間，你有聽說嗎？有啊，我們有幫忙。其實我剛開始的時候是在香蕉研究所工作。對，那因為我本身都是學農業方面的，那就回來之後呢，就是幫爸爸。因為其實產品的方面不能只有說鮮果類的銷售，我們還是要幫他做一點行銷，所以我幫他做了 FB 還有官網的架設，然後讓更多人知道什麼叫做台灣香夢。嗰時候嘅時間，爸爸成立合作社嘅時間，能有嗰個聽數成立甚至於講對原本嘅工作持續咧，嗰個聽數同佢做行銷一個部分嘛。哇，觀眾朋友，原來永豐哥今年唔係一開始都係種台灣香夢不過台灣香夢到底還有哪條精彩故事呢？人哋休息一下，繼續過來分享哦。上一段談嘅永豐哥嘅故事，張弟下講以前辦事竟然係合作嘅，不過因為受到口蹄嘅影響，將轉做合作社。不過轉做合作社也唔係一開始都係推廣一個台灣香夢更加呢，我哋繼續來請教永豐哥，用辦去簽到一個台灣香夢，用辦來種嘅吧。不過永豐哥，等下我哋請教之前我有一個問題想去請教志偉，以前辦事時間，你都睇到冇睇合作嘅嘛？你後尾嘅時間更加啦，會唔會想到講幸好更加冇睇合作，係睇推廣一個台灣香夢。之前可能我有啲合作嘅，我有青島嘅社條去做。爸爸他們兩個在洗豬舍的時候，那時候我們還小，所以他必須要一個人背着一個嬰兒，對，然後這樣子真的蠻辛苦的。我現在慶幸他現在沒有養豬，不然他就要。現在可能要換我跟我大妹兩個人背着小朋友去洗豬舍了。對啊。永豐哥，你發展咗嚟講啊，日本人來到台灣簽唔到一個台灣香夢，你去簽嘅時間用辦去簽到嘅啊？你上面張地下講，有台灣香夢啊，不過第上一天內、中一天內可能大家都唔知，你喺拿頓嘅羅盤啊，喺看風水樣式你去簽嘛？一般安尼都先去上面先去做資料啦，去做功課嘛。伊個戲呢，伊啥樣嘅，大概了解以後，安尼又透過嘅北山嘅山藥，因為迄條發現到像嗰種柑橘類嘅東西啊，我同人聯絡，安尼咱就去山東一看，一確認可能係咩唔咩，但是以前安尼所有做啲嘅知識幫我按充足啦，所以話呢，把一些認為有可能的摘過來，還是嫁接，去第嫁接後的第開發，咱有果實的時間啦，咱先芽的果實送日本去，剛聽講係咩台灣香夢安尼。你咪夏天那喺山東嘅地方簽到嘅啊？咪夏車輪咧，迄個來年嘅迄個山東方發現到安尼台灣香夢嘅樹嘅啦，
伊安尼接骨了有接到3条啦。哦，3条安尼。3种啦，咩3种哦。其中一种係台灣香檬啦。台灣香檬安怎麼要治啊？都伊米開發過後，伊個果打出來，安尼也是送去日本鑑定咧。日本咧鑑定講也都係台灣香檬，安尼落嚟。安尼香檬講，拜託山友同天數去簽嘛？你們自家有去山丹過冇？鄉下落去山丹過簽冇？有啊，都有山有單啊，你人簽都冇係簽唔到。山丹好係咪簽？你平常時有在北山的嘛？冇啊，平常時冇北山啊，冇係北山咯。冇有個習慣，你有田頓山友，因為我自家問啊講，有個應該唔係睇我平常時行嘅個路有冇北山行嘅路，應該一條路嘅順後山都係千地杯，咁有法都好變下睇嘅嘛。一般安尼三百去嗰個來源嘅山丹紅哦，伊個可以算10年嘅天嚟啦。以前日本人有咧駐軍喺嗰邊嘅，可以算10年嘅天嚟。啲路順嘅一批話好久能看得到。差唔多1舊啊，應該行嘅1舊咁。從佢嘅茶從伊到嘅下來話行10多分鐘咧。哇！能看得到嘅樹嘅咧。觀眾朋友。原來安尼細細一粒台灣香檬，實在冇簡單去簽到佢呢。不過簽到佢係唔算最難嘅喲。簽到佢用板帶下來，山帶下，種得好，真係有啲功夫哦。有冇個？安尼唔能帶下來，唔睇到講嫁接嘛？唔能嫁接係嫁接哪一種樹誒？一般啊，你嫁接係柚嘅樹當紅啦。柚嘅，總唔得嫁接係檸檬嘛？也係可以啊，它是以前台灣那個種嘅。因講嫁接砧木啊，大部分都柚嘅條啊。哦。啊，種買柚嘅條是嫁接上去，比來順來華以後，佢都也柚嘅條啦。哦，佢安尼存活率高高啦，吼。哦，安尼唔能對安尼用嘅啦，還有嫁接成功之後，都天天嚟培育一個台灣香檬嘛。安尼佢台灣香檬用板種，其適合嘅環境可以同大家嚟紹介一下冇？頭啊，係咩蘑菇清楚啊咪啊，伊咪有嗰度上網資料吼，我安尼啲嚟種嘅經驗，如果伊要個壓嘅地方，有個早熟嘅地方，伊唔會水，但是冇水又做唔得，我說一定要有安尼排水設施，要有灌溉設施安尼，安尼種起來米都米啊，你總結論，如果一定要有一種設施，種起來效果啦，個嘅品質啦，產量會多。哦，安尼人對一個研究嘅一段時間，花1舊嘅時間去做研究啊。因做研究啦，差唔多目前聽講有8、9年嘅時間，能有咧安尼 SOP 可以行啊。哦，人花研究嘅時間，咁天天嚟摸索佢講台灣香檬用板種出來可以種啊。安尼佢個早熟個黏黏嘅地方，嗰時應該嚟講佢喺南部嗰度嘛，北部有冇？北部是有發現安尼東西，但是要做經濟栽培有困難啦。用辦講咧，因為伊個外觀北部啊，差唔多一平化，安個話又唔係親，唔像屏東啊一樣多化。伊個產量反正唔哪擺多啦。不過啲經濟栽培都喺屏東高雄最多。哦，高屏地區可能6對一個地方最適合。最適合啦。安尼是咪？可能台灣香檬啊，係種好嘅來講。屏東地區差不多有1多嘅地方有種啊。屏東地區的話，大部分都是在林若、九如、長治、內埔，也都是像你說的6堆地區這邊比較多一點。對，那其實像外縣市，像南州啊，或是新濱那邊也是有人種，我們也有契作的農戶在那邊。嗰種人盧卡很有同這邊的農民朋友來做契作。是。唔像。不單只是我哋6堆嘅地區，是安尼用紅講，你這個管理嘅範圍真大呢，你安尼合作社地杯契作嘅面積差唔多1台啊。安尼目前哦，如按多年過累積差唔多有400公頃嘅，哇！目前有400公頃嘅。400公頃，真大嘅呢。產量不得一樣啊。安尼產量1年差唔多有1度嘅產量啊。一般來講，都差唔多，像安尼講嚟講，120萬罐油以上啦。安尼算產量真高呢吼。安尼要個台灣香檬種下去都可以熟成，差唔多1舊嘅時間。因為我哋講大部分的果樹可能佢要2、3年暗藏嘅時間，當會大枝啦。
台湾香檬种下迄么1年，慢有1年了，伊就要来华啦。哦，伊我有过失的，但是个量啊，伊咪洗头啊，冇清太量啦，差唔多得10多公斤安尼啦。那经过2年、3年到4年，伊成熟过后，个量一头会达到70-80公斤。啊，你在管理方面呢，有冇过管理方面嘅？底下讲，像柑橘咧，可能底下品种还轻度。嗰种以前啊，嗰早以前可能技术冇按好嘅时节，人哋农民朋友會撒用嘅撒輕度嚟種一種果樹嘅。啊，你台灣香檬咯？台灣香檬吼，伊有迄特殊嘅味啦。啊，伊都會研來研成種啊。嗰所以對抗病真好啦。哦。啊，伊咪特殊嘅味絲吼，伊喺蟲害啊，如果唔會來，嗰種安尼管理吼，如果清片面唔會本農民去撒農藥啊咧。嗰個用講友善嘅安尼環境吼，嚟管理啊台灣香檬。哦，啊，嗰種能有種有機嗎？哎，俺這家種啊都純有機嘅管理方式。哦，啊，能有機嘅管理方式咧，面積差唔多1台啊。目前差唔多31公頃啦。哦。啊，其他都友善管理，都農民種嘅啦，安尼就農民去造嘅嗰種嘅樹木啦。啊，你講佢冇乜嘅品種係啦，啊，除錯農人又會遇到一個問題吧？啊，除錯吼，除錯安尼農民啊，安尼有教育機構，一定要用撇的咧，因為伊啊種嘅機呢，請講殺蟲劑。種還雖然1年2年過後，不是殺蟲劑嘛，個樹就會死，我慢慢的死。哦，佢同平常嘅果樹冇乜共用咧，平常嘅殺蟲劑哦。哦，嗰時候佢親適合嚟做友善環境，係一種有機嘅部分嘛。嗰種安尼製作農民，他不用趕緊用撇的咧，用夾做魚撇，啊種出來品質然後好。哦，唔過安尼種好嚟就算個可以啦，吼，明白管理啊嘅部分一定會撇走，因為喺南部吼，出菜1層以下來，馬上抽到這種嘅，懂冇？種下以前2-3年會啦，那3-4年以後樹嘅生態地位哦，伊嘅噪音過多啊，我抽到3毛嘛個喎。哦，唔過有冇過係講喺做一個功課，係去了解講台灣香檬嘅時節，係有看到台灣香檬係有講佢冇講乜嘅品種係，唔過有講一種蟲嘅，很多山羊菇。山羊菇啦，你講天牛啦，天牛講山羊菇啦，最強嘅一種嘅類，因為類伊啊，伊會喺腳下生卵啊，啊生卵過後，伊會孵化幼蟲啊，會做那個樹嘅地洞啊，嗰個會死啦，嗰度安尼個條種嘅問題。按你用辦去解決咯？一次睇一摸索啦，之前就用嗰樣絲襪啦，啊因為絲襪後面啊，但買過嚟絲襪哦，佢用過奶酪嘅哦，沒有那個棉紗，叫唔到山羊菇嘅腳啊，嗰個效果又冇好，啊面啊，呢過講用嗰種嘅3公分的漁網啊，苗嘅啊，伊拿纏架頭啊，纏得成綁成毛線衣一樣啊，你去撩個山羊菇啦，啊你做紡織嘅工作。佢纏得係佢一個緊條嘅部分嘛，然後啊佢鼻上嗰時節佢都會纏斷，啊你唔幫唔呢日就唔係，啊會試下嚟嘅。而家山羊菇嘅天性哦，如果伊要上落嘅時節，一定要避下嚟頭啊。啊，硬頭啊，咱無離天啊，15公分啊，都纏起安尼唔妙嘅。啊，佢如果避下到上來就都分個妙嘅，纏斷纏必死安尼。慢慢嘅從個安尼生態啊減少，山羊菇嘅危害啦。哦，是不是？按你亞團在做一個山羊菇嘅防治，能有天數懂嗎？哦，有啊。那我2個妹妹還蠻厲害的。剛開始的時候，他們買的那個，我們有鬧了一段笑話。就是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買了那個絲襪，那上網買那個絲襪是有很多奇怪的顏色，那其中有一個是一點一點一點的，就是水滴水點型的。那我們纏完之後，有客人想要來看我們怎麼防治嘛。他說：哇，你這個絲襪效果很好哎，抓到這麼多隻那個蟲。然後近看哦，原來是那個絲襪的圖案，所以我們也鬧了一點笑話。哦，嗰時候還不可以，總唔能買個有特殊圖案的一個用色的一個絲襪。對。鬧笑話，說怎麼抓了這麼多隻這樣子？啊，你們聽到你安尼講，你們會不會講到哦，哪有那麼多隻？明明千幾年的，這樣全部鳥嘿。對，
有时候它其实这2种方式也没有办法完全100%防治啦，它还是会有钻漏洞的时候，所以我们还是要用铁丝去把它巡视田区的时候，那我看到有虫洞的话，我们还是会用铁丝去把它挖出来，把虫挖出来这样子，对，减少它对香檬的危害，对。讲讲吼，等下有一个万一给都钻进去，一条树的都冇诶。对。哦，哇，观众朋友，原来种植嘅台湾香檬实在冇简单，真辛苦呢。用办除草、劈草用手工诶，鸟嘅片虫海啊，鸟嘅山药菇也系用手工诶，哇，实在同辛苦。不过按辛苦种出来台湾香檬，其他产品面试应该改好吧？下一堂我哋继续嚟同大家嚟小解哦。接下来按照台湾香檬的故事，到底其他面试很样板呢？让人更加来爽一下吧。因为其他现在慢慢都係台灣香檬的面試，相當愛後來是見流出來呢。你有冇過？讓人先來爽一下你帶來的產品，好冇？你順勢來介紹一下，你到底有哪條台灣香檬的產品吧？好。你一個？這都係你講嘅岩夾啦。岩夾哦。台灣香檬釀出來岩夾。無頭水嘛？無頭水嘅，100%原汁。觀眾朋友，唔看一下，有個黃黃嘅都係人台灣香檬嘅岩夾噃，無頭水哦。嗰個我先送一下，等一下我看下先會改什麼，來先試一下。有個面試同一般嘅檸檬冇嘛，共用有失敗像吉的呢。哦，哇哦！其實筍講好來係改筍啊，觀眾朋友，其實好食筍的人吼，是一個岩夾，無頭水安尼個好食，米絲個粗，其實是下伊唔會像人哋一般，馬上吼清爽筍到講唔出發，其實佢都下馬佢地步有一些把嗰種回甘的米絲，佢有個精油，用辦其他嘅精油會安全啊，用唔過。不過亞種嘅同安尼，跟你當時我岩夾嘅跟你比例有關係啦。如果都蠻安尼變皮黏，但是黏皮嘅時間只有採取1/3的部分，2/3我們就沒有壓到。這個機械設計上面就有考慮這一點，所以它有一部分的精油啊，跟果汁會混合在裡面，讓你喝起來就覺得很舒服。哦，難怪哦，因為我都想講，其實平常人自家睇炸嘅夾嘅時間，假使講有像那種感覺咧啦，個皮雖然講清香，不過皮全部炸下嘅時間，個精油食下都清苦啊。不過我睇到安尼食下個岩夾，唔會呢喺苦感嘅面試，帶個筍嘛，所以一定會很清爽，大家講愛面啲，馬上就紅來。不過真是食紅來唔會像清苦，唔係嗰種精油全部下嘅苦。你看人還有特別設計過研究講，要1/3嘅個面積。安尼番，即也個罐咧係玻璃嘅嘛？玻璃嘅。玻璃罐咧來種也個岩夾，做乜嘅我用玻璃罐咧？因為吼也食安吼，當然我講究食安嘅問題啊。因為安熟啦，我當嗰種安尼塑膠嘅吼，如果是溶出嗰啲塑化劑啊。不然安尼有當時我考慮講用玻璃嘅，有食安嘅問題。講講嘅塑化劑用出來。我就考慮保護嘅社會再用啊安全啊呢。真用心呢。不過用唔過，志偉，冇能用係個問題哦。有個玻璃罐呢，人哋平常時看到係透明嘅呀。一個橙色的，嗰時候看到嘅橙色的玻璃罐呢，印象地步係裝嘅麥酒、啤酒、beer 才會用到一個橙色的玻璃罐呢。你怎麼會想到用橙色的呀？因為我們當初考量是因為我們是完全無添加的100%原汁。那如果說你用透明的，我們剛開始也是有用過透明的玻璃瓶來做充填用，但是它褐變就是說。原汁你沒有添加穩定劑或者是防腐劑啊，或是一些化學添加物在裡面的時候，它都會
慢慢颜色可能刚开始会比较鲜黄色，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增加，它会慢慢的褐变，然后变成有点像咖啡色的颜色，对，褐色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为了延缓它褐变的现象，我们就用绿色的瓶子，然后延缓，因为阳光照射也会使它褐变的时间加速。对，不过唔讲那个褐变遐讲情形，也会影响到其他个释放落的米丝啦，也系讲其会唔好吗？也会的。所以在我们会跟我们的消费者说，其实就算我们装成绿色瓶子，它也会随着时间增加，变成它褐变的现象。所以我们也有打保存期限，因为我们完全无添加嘛，也没有加防腐剂的关系，所以我们都会跟客人说，开瓶以后一定要放冰箱冷藏，那大概2到3个礼拜以内要使用完毕。对，那没有开封的情况下的话，就尽量不要经过阳光照射啊，就放阴凉处这样子，减少它褐变的现象。对，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水果，所以我们也希望尽量我们的产品线上面都尽量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的添加物这样子。你莫打开的花没有照到阳光，可以保存1久啊？我们的话，我们是放8个月。志伟，要跟某添加东西的用板可以不用按久啊？因为它很酸，它的 pH 值大概2.3左右。对。那刚刚爸爸有提到说，为什么我们是用玻璃瓶的关系？因为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用保特瓶。那保特瓶的话，其实它也有耐酸的部分，也可以使用。但是我们用玻璃瓶的方式，是因为我们充填完之后，我们还有做一道手续叫做热杀。对。那我们杀菌完之后，然后它又够酸，它里面呈现真空状态的话，那就比较不会有就是坏掉的现象，那它也可以放比较久一点，但它一样像我说的，这随着时间越长，它还是会有褐变的现象。再跟你补充一下哦，就是其实刚刚你不是这样子直接喝原汁啦，对，不可以吗？中午对吗？不行，因为原汁它太酸了，那其实你直接喝下去也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对，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加水稀释啊，加气泡水啊，加汽水啊，或者是加冬瓜茶、柠檬红茶，变成柠檬红茶、冬瓜柠檬红茶这样子。对，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些调饮的方式。对对对。那法，一般调水要调1度啊，比例差不多。通常水的部分我们会1:25到1:30左右去调。那它喝起来口感最好，我觉得夏天因为屏东真的很热，像昨天真的我们中午工作都还是穿短袖。通常我们加冰水的话，大概就是1:25左右。那它泡起来冰冰凉凉的，真的非常好喝，也不用加糖就已经很好喝了。那其实像北部朋友呢，他们也有跟我们回馈，泡热的也不错。对，因为我们比较不是主打那个维他命 C 的部分，我们是主打像是一些机能性成分，川陈皮素啊、橘皮素、陈皮苷跟新茯苓这4个成分，这4个成分对人体是很有帮助的。那所以你的水温呢，大概在50度以下，你冲泡下去，它整个精油挥发出来更香，你闻到的那个香气更香，而且喝下去还蛮舒服的。按你谈讲来，不管是热天也是冬天，都真适合来试一个台湾香檬的研究吼。不过我想讲，制作单位应该是故意要帮来试一下个研究，故说无调个水分，我的意思安尼都是下嘢。安尼阿比，接下来还有哪条产品可以来介绍一下呢？像我们现在桌面上看到的那个泡开来那个香檬茶包，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它跟我们香檬原汁的味道又不太一样，你先闻闻看。那种药吧？它有一种没拿茶包，拿种药的药包本来吧？它有一种陈皮苷的香气。吃下去就肤感，真是有个陈皮的个感觉呢。你刚有个茶包底部有冇个东西啊？它也是我们台湾香檬的一个成分，比如说像我们压完汁之后的果皮，然后还有香檬的叶子，然后用我们的比例去烘焙。对，完全里面就不会有里面没有茶叶，就是完全都是香檬的一个原料在里面。
哦，安尼讲个13岁唔老高个年纪过大的朋友，都可以是也个呢，真好吃呢，这下去安尼富感之外吼，又含有个台湾香檬个香味，又唔会像个人家安尼清纯啊，也系讲个涩涩个味是冇，佢都系那种淡淡个香味清香嘛，这还是就给有个回甘的感觉。哇，有个茶包几好呢，真是推荐给我们个年纪过大有讲讲13岁唔老高的朋友，应该来试一下。不过安尼个茶包全部都系鸭味，头都讲鸭味嘛，果肉同个皮。还有其他嘛个产品呢？除了个茶包黏夹之外，应该台湾香檬还有更多的应用吧？像我们现在看到前面的那个粉末，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香檬的粉末呢？因为我们的朋友或是我们的消费者跟我说，我好喜欢你们的香檬哦，但是我这样带出去罐一罐的，很不方便，怕破掉啊，等一下那个行李都湿掉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那个香檬的粉末，让他们出国的时候也可以冲泡，然后喝到我们的香檬这样子。对，古时候有个粉泡下个面是其实同原价差不多嘛。差不多，但是还是原汁的味道会比较浓郁一点。对，那它的味道可能就会只剩下酸味跟一点点香气。那香气比较足够的话，还是以原汁比较为主。其实按你双方来，真是用那种粉的够便宜啦。如果出去那时节无方便，但係一罐有冇？对，按你够便宜。不过按你台湾香檬除了做一啲应用之外，能有研发嘛个料理冇？有啊，就像刚刚喝到的那个茶包，我们有一次出去吃那个羊肉炉的时候，然后爸爸就突发奇想，要不然我们放下去看看好了。对，就发现了，因为我比较不敢吃羊肉，因为我怕那个腥膻味。对，那这个放下去，我们大概煮个1分钟、2分钟左右，它那个味道就没有了，就是腥膻味的味道，然后只剩下那个肉的甜味。对，它会去除一些就是比较腥味啊，或是对。那像煮鱼汤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原汁的部分。对，人家讲的内蒙安尼个料理的方式。对。用我讲，安尼140度有个台湾香檬研究的朋友，可能讲唔关系，有人下同人回馈讲其实都唔会差，或是也系讲有适度其清强一个味是的嘛。安尼调一杀创的时间啦，做出来安尼。试验品啊，都选松本品同验政府参照过的，去使用了。然呢，如果出到安尼味是怪怪呢，还别人要买啊。然呢感觉都安尼，不过经过1礼拜过讲，安尼味是安尼过稀饭，面都讲唔是去变味变卤的关系，都过好势安尼。就像同样嘛，140度有个感觉清爽，不过1拜之后个香味啦，嗰种苦甜的味是都出来的。不过安尼用过台湾香檬安尼安好的台湾本土种的水果啦，1拜未来合作社有冇个推广的计划吗？有，合作社推广计划就讲，安尼第一要保障农民的事业，我记得第一个部分就讲要抚养安尼台湾的乡亲支持本土的农业吧，是合作社能万有扩大生产行销在全世界安尼，有安尼构想的。安尼阿伟，你还有乜个要补充的吗？我也希望就是推广食农教育这个区块，然后让更多小朋友从小就知道，我们台湾有这个东西，有台湾香檬这个水果。今日请感谢永丰哥同慈悲带来按精彩故事，同按好事按神奇的台湾本土水果台湾香檬再一次感谢两位。感谢主持人那个呢，天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嘅多谢。感谢主持人，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多多了解我们台湾香檬的故事，香檬的产业。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听到永丰哥今日的脚步，继续来支持我们本土种的水果。除了身体健康，更加呢继续听到先生来运动一下，继续健康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我是永群，今日要教大家是芭蕾瑜伽。芭蕾结合瑜伽会碰出什么火花呢？我表演用的呢，请同学放起来，他来做运动的哦。运动之前，请准备一个凳子，有扶把的，手可以半轮的，冇有轮的耶，过平稳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同学来做芭蕾瑜伽哦。芭蕾的体位的，请企好来，肚是竖方来。另外一只手可以变的你的等的方，好，那我企好，好，检查你的重心有在中间位置吗？检查好诶，请做脚的动作。脚撞，脚上，脚撞，竖下来。另外一只手冇乱挥，可以变诶，你的腰围一片。再看一摆哦，1、2、3、4，来弯片。请欣赏同学做哦。平脚臀的手都预备位置，肚是下背型，好，也是1。芭蕾的手位，大拇哥三中娘，好，变呢靠近一点点，不用耸来。1、2、3，再看一摆哦。1、2、3，下加上鼓下去。2、3，可以看你的手，你的手体内都可以停下来看。增加动作的优雅度。好，更加来踢的动作，来做伫前面伸出去，上面踢，再点下来，竖过来，看清楚了吗？再看一摆哦。前面伸出去，伫上面，再点过来，竖过来，下降的竖用的2位 V 的1、2、3、4，好，要重点如何来调整的骨盆，又可以重心位置嘛？因为1、2。跳风来哦，安尼唔错个骨盆要回正。好，有的人呢冇办的话会不稳，所以安尼做一个把杆的动作，做一个扶把的，好确实度。好，再一次1、2，下来，过来，好，旁点，踢，唔是踢高。旁点，记得咯，放落的时间，检查的骨盆有在正中央冇唔可以安尼哦。如果你踢出去，师傅都摆下来哦，骨盆要回正，在正中央的位置。好，再过来，再看一摆前面哦。好，第上面踢，旁边。
更加做后背。好，两只手可以扶着把杆，往上提，可以吗？再可以背，伸出去，伸出来，小提腿，再点下来。1、2、3过来，4，好，更加来做前面、旁边、后背来开始哦。手打开，前，小提腿，注意你的骨盆哦，唔是太高。后背，踢上去，前面，要企稳哦。后背，好，可以哈，慢慢的抬个脚。慢慢的移上来，到上面，做一个平衡。先一只手柄哦，可以放重心转在一只脚，慢慢的并数，5秒钟就好诶。控制你的骨盆，1、2、3、4、5，好，慢慢的并下来。按来左片做下，按来做右片的哦。等下枪臀灯的，把那另外一片哦，按来弯片来做。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按来从头哦。旁点。后背，再摆，前面小提腿，点听，旁边，后背。前面，旁边，后背，好，慢慢的移动重心，提起，很感觉稳的，拿来并数哦，还可以，唔可以。扶着你的椅子，1、2、3、4、5、6、7、8、9、10，轻好哦。好，慢慢的跳起，从个背囊来伸出来，低后背，做一个延展。迷你做安尼动作可以预防驼背哦。像有时间呢，你都可以做一个用灯呢做安尼动作。慢慢的再行过来，后弯后仰。
头头的动作，再来复习一摆哦。还记得吗？咱的数1 V、2 V、3，好，也是数的 V 耶。好，贴上去，旁点，摇摆。旁点，摇摆，来鼓一下，让你的肌肉去缓和一下。眼睛就可以看你的数。吸气，吐气，数风来到芭蕾预备位置。今天动作记得了吗？有没有觉得自己很高雅呢？芭蕾结合瑜伽很好玩哦。俺们好好运动，下次再来聊。